4月15，耶稣就做无花果树。经文诗篇16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：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生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要拿加添。因献电火的祭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无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固守。所领予我的地，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，迷是我的心肠，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掣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凶难。你要将换命的路指示我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25节。隔日，因对伯大尼出来，耶稣枵，远远看到一丛无花果树有叶，就去看。伫迄顶面有所得到的无？已经到，竟然无所得到，只有叶尔定。因为毋是无花果的事，就对迄丛树讲：打了后，永远无人食到你的果子。伊的学生也听见。因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入殿，就赶出殿内买卖的人、车倒换钱的人的倒，甲卖钱仔的人的椅，煞毋准人带器具对殿里经过。佮教示因讲：敢无记载讲，我的厝要称作万般祈祷的厝吗？若是恁互伊做插收。这个祭司头甲经学士听见，就找看通怎样来灭伊，因为惊伊是众人拢奇怪伊的教示。逐下昏，耶稣出城去。早起时，因对遐经过，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根基拢高大去。彼得记着，就甲因讲：rabbi比，你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。耶稣应讲：恁着信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甲即个山讲煞去，迄伫海里，心内无犹疑，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成，就要甲伊成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既若恁所祈祷来求的，着信已经得到，就要甲恁成。既若恁徛伫祈祷的时，想着有人得罪你什么，就着赦免伊，互恁伫天里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。分享：当咱读着耶稣因为无花果树无结果子来咒诅伊的时，检查一开始会感觉耶稣是毋是枵到心腹肚枵过头，心情无好。不过，咱如果将马可福音这段故事放伫整个圣经的故事内底，包括耶利米书、弥迦书甲马太福音，你会发现迄丛树其实是咧代表以色列整个的情形。这丛无花果树无结果子，也阁有以色列一直对上帝不忠，互咱会当更加理解上帝对这一切的看法。马可将耶稣放伫圣殿中心的位置，要来显现伊对这个敬拜场所感觉到的失望甲挫折。
因为伊是一个迄个疼藏着所在，用毋着方式，迄个虚假的形象。耶稣伫马可福音第11章所发出邀请咱着爱信靠上帝，着爱有上帝所予咱的性命，咱就会当得到上帝的一切。当咱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待咱生活中的处境，咱就会当活出更较济、更较深的平安甲喜乐。原底咱看做是限制，即马会当用上帝的眼光看做是机会。原底咱看做是失败，即马煞会当看到、大声看到迄个胜利得胜的毋茫。信心看袂到、摸袂到，总是会当互人的人生来颠倒变，总是会当移动遮的关山。所以，当你看见上帝为你所备办美好的未来，你就会重新得到快乐，充满着勇气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耶稣，阮愿你拍开阮的心，诚实面对遐个阮会对你无忠实的事。求你来到阮的中间，将阮聚集起来，清去阮内心内底一切的不义，互遐个缀伫阮的心内的惊吓甲无相信，亲像无花果树共款孤单去。也求你将信心赏赐互阮，帮助阮会当一直换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会晓信靠你，住伫你的厅内底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反省的问题，第一个，你感觉上帝即马当地邀请你伫啥物代志顶面搁较信靠伫伊？第二，你身边的朋友、厝内底的人，也是有啥物团体，因用啥物款的方式会当支持你行这条信心的道路？第三，你面前所面对的挑战，你毋茫用啥物方式搁较深来经历上帝踮伫你心上的疼？